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是台南好米记。那么，咱这要一开始先来看一个影片哈，听看市长要甲咱讲啥物。一年一度的台南好米季将要伫10月1号中秋假期来登场了。这活动是已经迈入第19档，每一档拢无共款的特色。今年是特别来搭配国庆的主题，互民众若是看宴会，更当品尝在地美食料理。我们很期待借着米食文化的推广，而且借着许许多多这个好的这个米食的这个多元的一个产品，好，包括布丁，包括米面包，包括米面等等等等，都可以让这个更多人喜爱吃米食。这出彩绘道餐是特别由着后壁高中的同学所画的，以后壁的道餐甲人花为主题，嘛向前世代传承。伫宣传会当中，市长委体更亲自颁发奖状甲奖品，来鼓励一寡同学。图腾今年是请后壁高中美工科的同学替我们设计的，然后配合政府现在在推广的青年返乡，现在图腾已经非常的美丽了。然后欢迎全国的民众能够在我们10月1号开幕到10月18号为期18天，能够来我们后壁看彩稻吃好米。其实米毋但是咱的主食，嘛会当做成真侪料理，参就是麻糍、米汉堡、苹果米布丁派等等，相当多元。所以若是想要来一场美食飨宴，绝对袂当错过一年一度的台南好米季。米是咱台湾人的主食哈，咱一天透早的伫这个早餐哈，咱食的这个青糜哈，咱咧讲吼，这青州小菜啦吼，啊，搁有诶，就是中昼顿、暗顿吼，做侪人拢是以米食作为主啦吼。那么有的人搁是以种米吼为生吼，过生活。最近这几当咱一寡吼，希望的这个素食文化入要到咱台湾了后，有足侪人吼，可能会改变这个饮食的这个习惯吼，比如讲食炸鸡啦，或者是讲食汉堡啦吼。那么因为这个饮食改变了后，无形中吼，咱食了伤侪这个脂肪入去到咱的身躯内底，有段时间的年代吼，有一寡吼比如讲肥胖啦，或者是讲吼疾病的这个产生哦。那么咱台南市政府这个这几档啦吼，因呢来为着要来推动着咱的这个米吼，毕竟呢，咱台湾人也是食米啦吼，尤其是咱电视机边仔的这爸爸妈妈，可能吼嘛是搁未习惯吼，这西方的这个饮食文化吼，也是爱搁食这个白米饭啦，是讲食青糜吼。那么市政府呢，伫这几档呢，因有来举办哦，这台南好米季吼，就是要提醒咱台湾人吼，大家多食吼，加食一寡吼这个白米饭，多食米啦吼。那么过去啊，咱农村的这个生活，吼，或者是讲呢，这农产的这个生活，可能离咱吼愈来愈遥远啊。而且呢，有的人已经吼袂记这咱老祖先的一寡米食文化吼。那么借着这台南好米季呢，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吼，来介绍吼咱的这个米食文化。那么伫今仔节目当中呢，咱来邀请到这位是咱农业局农务科科长苏信之科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吼介绍咱2020台南好米季的这个活动。科长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是，那么讲到这个2020的这个台南好米季，咱知影吼，咱的好米季好像伫咱台南已经举办足侪档啊，吼，连续好几年哦。那么是不是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一下？因为今摆已经10月份啊，哈，好像每一年都伫10月份的时阵哦来举办嘛，哈。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活动好不好？我们台南好米季哈已经连续举办了9年了哈，今年是第9年哈，第9年哈。今年特色的讲我们是在那个后壁农会它的那个办公大楼的后方我们做一个那个彩绘稻田的一个就是说呈现了哈。那基本上彩绘稻田我们就是主轴是以那个后壁。兰花跟稻米为主轴，兰花跟稻米为这主轴了哈。它
它的那个主视觉哈是那个老龙跟青龙哈，就是一起插秧哈，作为布产哦，而且哈这个呈现出来就是讲，咱的那个这个哈文化的传承哈，跟那个就是说接棒哈，这融合。呈现一个哈那个画面哈，那个美好的一个画面哈。那我们今年最主要是由后壁高中美工科的就是说竞赛哈，前3名的同學哈，然後就是呈現那個叫做圖樣的那個畫面哈，係架構哈。伊這個部分哈，就是講就是有那個合壓的部分，還有就是老龍青龍的那個。就是呈现的画面，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兰花的一个部分，好，那这里面彩绘稻田的颜色，它有4款那个色地啦，哈，就是有红色啊、黄色，还有绿色跟白色，哦，这些那个色地哈来组成，哦，这整体的那个色系的一个那个画画面啦，哈，啊。对10月初开始，到10月18号，这个中间吼，大家吼，咱的观众朋友吼，咱的乡亲，拢会让来到咱的后壁农会吼，来做一个吼，伊的4楼的那个顶楼遐吼，做一个那个景观的一个观赏吼。那因为今年我们10月份哈，就是国庆，在我们台南就是有烟火嘛哈，那我们就是晚上的时候就是可以哈，有看到璀璨的烟火，那白天的时候可以在那个哈，就看到彩绘稻田的一个景象的一个画面。所以说哈，那个地面跟天空是相辉映的。那我们也会欢迎哈，我们全国各界的那个朋友哈，可以来台南哈玩一玩、走一走、看一看。台南本来就是一个观光大市啦吼。那么伫咱台南10月份的时候呢，活动个愈侪吼，尤其今年佫有这个烟火释放啊吼。啊哈，拄啊，咱科长有甲咱来介绍，就是讲咱暗时吼，大家要去看烟火嘛吼。但是呢，伫咱台南其实还佫有足侪会当去耍的所在啊，尤其是这个时阵都要配合着咱10月份吼，咱台南的这个好米季，咱的乡亲啊吼，若是讲这个旅客吼，大家会当来到哦这个这应该是后壁啦哈，这个所在来看咱的农田彩绘啦哈，因为过去啦哈，我印象当中哈，这个农夫啦哈，因为进城的是个这个秘境或大长，然后呢，到了那个他可以收割的时候把它收割哈，现在又把它变成一种艺术啊哈，一种文化哈，可能体验到说种这个米之外哈，它除了维系我们的生活啦哈，而且讲互咱食以外，其实还佫有哈其他哈会当互咱去欣赏的这个部分啦哈。那么他都话咱科长有讲到啊，讲他好像我因为吼伫我的印象当中吼，咱的稻米就是种的时阵是绿色的嘛吼，啊那是收割的时候变金黄色啦吼。啊，你还说讲这个彩绘啊，这个有红色，那红色是从哪里出来的？它是哈，另外就是说纯粹说彩绘稻田的一个品种哈，啊，这个部分哈是较特殊的品种。哦，是哦，所以伫这个时阵咱看到的这个稻米哈，就是会很丰富。哦，然后伊是不是在种的时阵哈，它要不一样，像你讲有其他的颜色，比如讲金黄色跟绿色，我咱知影讲迄个伊还袂结穗的时阵哈，不是金黄色嘛，是绿色，所以伊是不是伫这个区块里面，伊种植的时阵也有不同的过程？它基本上哈，它是品种的一个区隔啦，哈。伊本来就是讲伊迄个品种的特色，哈，就是有这款迄个色，迄个哈，这个遗传的迄个基因的迄个成分嘛，哈。啊，所以讲伊种落的时阵哈，它叶子呈现出来的就是会哈，都有较多讲的迄个4款色地啦，哈，就是红色、黄色，还有绿色跟白色的部分。那么咱当初是安怎较有这个构想，讲会用这个农田，这个彩绘？基本上咱嘛是希望讲咱的农村吼，会个有无同款的迄个呈现，迄个景象呈现吼，啊吼，咱的农村吼较有特色诶，哦，然后就是说，尤其是后壁算是我们台南的米仓，我们嘉南平原的一个大米仓，啊，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的话哈，可能就是也是一种地方的一个行销啦。是。那么讲到这稻米，然后伫咱
台南的部分，我知影讲，尤其是咱嘉南平原这个所在，因为伊地理环境也好啦，吼，啊，搁有咱的水库啊，吼，啊，搁有咱的嘉南大郡啊，吼，会灌溉，所以吼，咱伫这个所在有一个优势，吼，在种稻米的时阵，好像特别就是讲伊的这个地理环境特别好，吼，伊的条件特别好啦，吼。那么是毋是哦？请科长甲咱的乡亲朋友介绍一下，咱即摆目前啊，吼，伫咱台南地区吼，咱种这个稻米的一个状况。咱目前咱台南市所种的这个稻米的面积大概有一期做、二期做算起来都有24000几公顷啊，24000几公顷的当中咱迄个后壁白河迄个算做六甲六甲甲柳营伊的面积算做占较大部分这个当中是后壁的面积上济，大概有6000。迄个6400几公顷啦，算了面积上济。所以讲咱嘛是算做讲有这个较优势的所在，就讲咱遮的灌区是拢食乌山头水库的水源所以讲这个部分就是讲咱有迄个较好的水质较好的水质，咱生产出来是有迄个算做品质较好的这个毫米所以咱的台南毫米，就是伫这款的真好的环境这个真好的优势的状态下产生出来了所以讲咱的品质绝对是迄个上好的。是，那么好多咱科长伫头拄仔咧讲的时阵讲咱的品种有几多种嘛，所以颜色也不一样啊那么咱各种品种伊有啥物不同的这个特色？咱就讲有当时咱伫个市面上迄买米，咱就看知影讲迄叫做红乃米，还叫做糯米，然后我们一般人比较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么多。科长，咱做一个介绍好不好？首先我们就是来做一个说明，就讲咱这个台南16号咱的台南夜光米咱台南市政府一直咧推广咱这个台南16号的台南夜光米是伊这个台南16号的夜光米伊是算作讲日本的品种，迄个月光甲咱迄个台农67号这个杂交多次的这个回交之后产生出来一个品种由咱迄个咱台南府农业教育甲咱台大合作来甲咱育成啦这个部分就讲咱今仔日咱嘛有准备这这个迄个1公斤的这公版的公版的迄个这个包装这迄个市面上一般大概一包1公斤才150块就讲它的那个。就讲伊的品质真好，就讲做寿司也好，这的冷热都可以都可以食用。就讲冷的饭甲迄个烧的饭来食拢足 Q 弹的足好食可以当做寿司，它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啦所以基因嘛是伫日本来。对，伊就迄个就算是讲迄个日本的迄个月光的品种甲咱迄个台农67号一个甚至杂交个多次的回交3星的品种的产品这就是咱台湾的品种的月光米伊个另外一个特色就讲这个米伊就讲咧栽培的时阵伊使用的农药甲肥料拢较省是就是讲嘛适合咱台南地区来种植啦所以讲对于咱的这个土地友善耕种是真好所以我们咱台南市政府嘛是大力来做一个推广所谓月光是什么意思啊？月光迄是算做迄个日本用一个迄个米的一个名称品种的名称啦没有什么特别啦就是迄个命名迄因啊合作这月光米那么咱台湾人拢爱食，像我家里面有一个拢会去迄个超市去迄个百货公司的超市去买日本米嘞。我说你若这刁嘴巴怎么那么刁那不过咱即马咱台湾咱家己嘛有研发这种月光米啦听讲颠倒是咱即马台南的月光米甲销去外销去日本啦那这个也是算我们一种技术的成功啦我们看看会当去食日本的这个月光米那么你这方面是不是甲咱做一个介绍？咱即目前咱对2012年到2020年咱2012年的时阵咱迄个后壁的莲花米厂伊有算做有外销日本大概是有超迄个500公吨的这个白米啦
这个中间哈，就是讲陆陆续续都有一些有一些外销了哈。那今年的话哈，今年4、5月的时候哈，那个咱下啊宏昌米厂哈，伊嘛是哈有要外销日本哈，伊都有3000吨的这个米要外销日本哈，这是4月至5月中间。啊，咱这个10月到11月中间哈，伊嘛未搁准备要搁外销800吨。啊，所以讲。咱伫遮吼，虽然讲咱台湾人当食到咱台南的好米，咱嘛希望讲外销出去，会当互咱外国的朋友会当食到咱台南的好米的好滋味，在地的好滋味。那我知影讲咱市政府当然啦吼，这为农民来推广这个台南米啊吼，这台南好米出去啦吼。那么咱当然吼不遗余力啊，在这个当中哦，咱有办过足侪活动啊吼，是不是嘛？甲咱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咱迄个106年到107年的时候，咱就算做有一个迄个吼，迄个肉粽的迄个竞赛，包肉粽的迄个竞赛啦吼，啊嘛是吼，也是很有创意的。那我们那个108年的部分哈，我们就是改变一个形式，我们就做一个那个创意便当大赛。我们就是希望说哈，透过30个就是有参赛的那个农会的家政班来做一个他们用在地食材的一个搭配，然后做一个那个便当的一个特色便当的一个呈现。那基本上也是基本上咱那个比赛当中大家嘛感觉讲安尼。便当会当做甲遮澎湃，互咱的家庭主妇，也是讲迄个伫外口拢咧迄个迄个外食的朋友可以有更多的那个选择，或是说有更多的创意来做这个便当的那个制作这样子。很多我一开场我有讲啊，讲因为咱即马外来文化嘛足侪人拢爱食迄炸鸡啦汉堡啦可是这些东西吃多了，咱也知影讲它可能会累积一些问题啊，比如讲慢性疾病啊，是讲肥胖啊，因为油脂伤多嘛而且这炸鸡有时候是油炸对人的形态好像也是有一点点伤害啦那么吃米煮白饭我们其实米可以做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变化啦如果咱讲来讲，看看白米饭，你也煮这白米饭然后搁甲煮青糜，那个不一样我还记得我细汉我们。因为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的外来的这个饮食的文化迄阵咱饮食也比较简单所以呢，咱一寡老祖先因的这个地位就是拢用米去想一寡不一样的这个变化，比如讲碗粿我知道那个碗粿米粉嘛，迄嘛是用米去做出来的一种产物啦那么我知影讲米还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副产品出来另外我知影讲咱今嘛目前伫这个摄影棚内底科长也带了很多我们的这个米，行不行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台南夜光米的部分就是台南16号嘛的品种这2个的部分这个是芳荣米厂的台南夜光米其实它也都是台南16号的品种只是那个就讲那个商品名无同款的那个名称咱家有这个芳荣米厂迄个芳荣米厂因迄个的产品就是和燕米这个和燕米伊这嘛是算做讲迄个咱迄个台南16号的迄个品种的品系啦伊这个部分就讲米价这边来讲这个品系的这包米嘛是销售嘛真好那它跟有像这个只是包装不一样啦其实它都是这些这个米因为让那些有些人就是送礼对送礼就是有一种包装。我记得好久以前就有人送过我那个那个我印象很深刻像今嘛咱个有这种这像在我们用这个盒子装起来，那好像它也有特别的意义。对，那个算是那个类似好神、类似公仔那一类的然后就是说，因为米的部分米的部分就是讲，有当时人来咧计算伊就是即马有当时咱喜饼有的人就讲另外有一种创新，伊就会礼盒内面有放一部分的迄个喜饼，有的一部分是放迄个咱的米，那个米有一个音就是。米嘛米就是美的意思，对，所以讲他们那个就是讲，今嘛有人计出来，伊有当时迄个礼饼的礼盒里面会有放一些米的呈现，那像这个类似好神的部分，对，使给去庙里拜拜，然后就是
拿回家吃，就是有一种平安米的意思。就是讲吼，你去拜拜哈，有时候咱今嘛人吼。正宫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准备很多的这个食材，那些我后来拜拜人哈，哦真稀呀啦哈啊都澎湃，然后那个可是有担心咱没这时间啊，像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包装哈啊，有时候我们带回去哈啊，可以去拜拜，然后那个意义就很深远，哈，安尼就是变成讲你的艺术嘛有搞啊哈啊，然后这个米回去又很实用，你也当。假平安就是对假平安，然后你就是可以煮米饭起来吃哈，啊没用它澎湃，我用它澎湃一个假没料，我很加个会歹去啦哈。那么咱伫这个推广的这个当中吼，当然哈，市政府希望讲帮咱的这农民做更较侪代志啦哈。那么伫这个当中咱未来有啥物计划，有啥目标，搁有想要甲因推广更较侪这个通路无？咱目前咱迄个。台南市政府吼，就是讲农业局这边家吼，就是讲咱来透过吼，咱台南好米的计划吼，来做一个推广吼。透过这个计划吼，来请咱迄个就是讲有的吼，大概就是讲迄个米价的部分、甲农会的部分吼，就是讲会做来做客作吼，来收购吼。这个部分咱台南16号的部分吼，咱迄个吼会做较济啦吼。而且吼，咱嘛是会透过一寡迄个吼，咱的迄个。咱的品种的品种的更新，有迄个有较好的品种，咱种出来米当然品种就会较好。所以这两方面咱拢爱算做讲，加强来办理推广，搁过来就是讲，咱会透过一寡迄个活动，比如讲咱的台南好米季的部分，来做一个行销，还有一些我们外县市的等于讲咱的台北市那个就是说那个咱的迄个假日有一寡迄个活动迄个广场活动，迄咱嘛拢会使弄咱的迄个农会阿米甲因有人拿迄个时间会拄好，他们都会去参与行销啦，做一个推广。是。那么2020的这个台南好米季有偌久的时间啊？伊对10月初1开始到10月18，这18天的中间。那么就是讲。一般啦，像我拄仔讲的讲虽然咱电视机边这个爸爸妈妈有的人可能过去细汉的时阵是过农村的这个生活但是随着咱的时代科技改变了后啦我咧想今麦少年人或者是讲今麦囡仔，可能很难去接触到实际稻米的迄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啦那么透过咱这个2020的这个台南好米季那些爸爸妈妈会当带囡仔来这个所在去体验一下，或者是讲。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因去回忆一下细汉的时阵伫这个农村的这个生活啦那么咱可以当实际去种稻米。我们迄个咱离迄个电工台南好米季之前就讲有一个那个彩绘稻田有一个插秧的活动迄个插秧的时阵我们也是就是有一些。就是说小朋友他们爸爸带个小朋友来一起来做体验那哥迄个咱若准备收割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在做一个收割的仪式，要休闲的时阵。算讲，伊伫迄个进前有去做插秧的动作，伊去插秧了，咱的农民就去替因灌溉啦因敢有家己来灌溉？这个部分咱迄个彩绘稻田的部分咱是算做有去参与啦。另外就是讲咱五米乐这边他们也会另外有那个类似一亩田迄个一亩田的活动去认养对。伊认养了咧，就是讲去插秧过了这个后续。那我们那个就是说咱。米厂这边会帮忙照顾啦，照顾要休闲的时候，会个通知在认养的民众他很高兴来参加收成的典礼。要多久的时间？差不多咱一开始都4个月。4个月，所以4个月前去插秧，4个月后来看的时阵，哇，伊的迄个稻米已经大起来，已经会当收割啊！迄对着因来讲，迄是成就感很。大的这个过程4个月其实伊嘛拢会当来看，嘛拢会当来看讲，我今仔日这站差不多大偌悬是他们比如说这个过程咱咧
农夫咧在种的时阵，较可能有，但是也会去除草啦吼，还是讲什么撒农药啦吼，这个过程他们会不会参与啊？就是讲一般的这民众。一般的民众哈，大概哈，他们有的是哈，就是讲有的就是讲捡福寿螺的时阵，哈，因为有时候这个时候承办单位哈，米甲赛哈，因若要带动这样的活动，因吼就是讲插秧的时候，还是讲中间吼，就是要总工除草的时阵，吼来割草的时阵，有时候会联络他们，还是讲吼要捡迄个吼金宝梨的时阵，哦，是哦，嘿。那个他们会有一些小的活动，如果有时间的那个朋友哈，他们有参与的、有认养的哈，他们可以来参加。我感觉吼，对着这人讲多起怂，有时候你那就是说假币大汉，可是都不知道蜜是安怎大汉的啦哈。那么实际的这个过程吼，你可以体会吼，去体验。我在想。蜜克等于了后，我在想有的囡仔可能会偏食哦，因为安尼了后，他会更珍惜，会更较爱食咱家己种出来的蜜，因为它很奇特，他会觉得哇，好那个好神哦，他竟然可以种米起来，然后自己煮米饭起来吃哈，这真正是哈一个做神奇的这个过程然后，那么咱这个市政府哈，还有咱一寡这个农民哦来。办这个活动哦，互咱一寡这爸爸妈妈，或者是讲这少年朋友啦哈，还是讲小朋友哈，因去体验讲，这个农村的生活哈，因为即马咱离开哈，这个农村的生活真的越来越遥远啊，有的人可能哈那个。等于这个农村生活也很困难，或者是要是讲吼，这些少年人吼，还是种小朋友，因要去体验这个农村生活，几乎是零啦吼。但是因为这个活动吼，会当带动因，互因这个机会吼，哇，我看真的是父母如果知道的话，应该多多珍惜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哈。那么咱今天感谢哈科长来给咱介绍哈，咱2020的这个好米季，最后咱科长跟有什么话要跟咱乡亲朋友讲？而且吼，要甲大家吼做一个吼，迄款推荐的讲，咱台南夜光米吼，是甚至讲吼，离咱台南来讲哦，甚至讲，伊迄个农药用了少吼，迄个肥料用了少，佮友善环境吼，拢真好。伊吼，冷饭吼，烧饭吼，要做寿司拢真好吼。所以这个部分吼，就讲，欢迎咱全国的好朋友吼，然后来台南吼，好来甲阮品尝咱台南夜光米吼，Q 弹晶莹剔透个 Q 弹吼，真正是好食的米，台南好米。听咱科长咧讲，就知影讲这米真正做好食，Q 弹你也看，伊咧讲迄个在自然啦哦。那么他都袂记甲咱科长问啊，就讲。后壁哈，有个民众唔知影后壁要哪去，是不是？甲恁介绍一下。后壁后壁是咱台南的北台南的上北端吼，一个行政区域嘛吼。你要坐火车，它有台铁，但是普通车啦，区间车吼。区间车。你若要坐，迄款你就迄吼。公车。公车吼，你会使离迄个新营吼，新营迄个火车站吼，去大家落车都是有那个公车哈，黄线的公车哈，都可以哈。你若要吼，甚至坐高铁往高铁的路线的，都可以坐到台南火车站，那个后壁火车站，拢都方便的啦。对。好，咱今天吼再次感谢咱农业局哈农务科科长哈苏信之科长来给咱的乡亲朋友介绍咱的台南好米季哈，希望讲咱这个无参加着插秧，以后每年以后还有很多次的这机会，都可以让去参与哦，这插秧的这个活动啦哈。那么感谢咱科长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哈，我是婉婉，咱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见哦。